香港政府一直以來都以積極不干預嘅政策發展商業而聞名。呢種做法促進咗自由市場環境，成功推動咗幾十年經濟增長。只不過，東南亞經濟體嘅崛起帶嚟咗新嘅挑戰，競爭加劇，促使政府開始支持企業發展嘅角色。呢個轉變導致推出咗各種資助計劃，為咗嘅就係提升香港中小企嘅競爭力。政府認識到需要積極主動咁為中小企提供資源，等佢哋可以喺瞬息萬變嘅全球環境中蓬勃發展。呢個係香港經濟發展嘅新篇章，重點轉向咗培育中小企嘅創新同埋適應能力。香港政府嘅資助計劃為中小企提供咗一系列嘅選擇，例如大家企業一般所熟悉嘅科技券，鼓勵企業應用科技，以提高生產力同創新；遙距營商計劃，促進企業嘅數碼轉型，以適應不斷變化嘅市場需求；BUD 就支持企業進軍海外市場。而專門針對社會企業嘅有社創基金、民政事務處嘅伙伴倡自強，鼓勵企業與非牟利慈善機構合作，共同應對社會問題。但係申請人必須要知，大家所熟悉嘅一般企業基金，與慈善或社企界別基金嘅申請基礎上，有好大分別。另外，大家要搞清楚，社會企業事實上係屬於可以賺錢嘅商業機構，與一般公司並無分別。唯一唔同嘅地方，就係社企必須以肩負社會責任為首位，其次就係社企年終利潤中嘅65%，必須用於下年度社企嘅發展中。因此，社企除咗能夠申請一般中小企基金外，亦可以申請社企界別嘅專屬基金。除咗政府有推出資助外，更有一啲銀行，例如星展及匯豐銀行等，都有推出基金支持社企及慈善機構。香港賽馬會亦不時有推出資助，有啲社企更會獲私營基金或家族基金嘅支持。當然，講到穩定及成熟，就必定係政府嘅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SIE， 以及民政事務處嘅伙伴倡自強。事實上，慈善及社企界別中，好多基金已具多年經驗，而隨住界別發展日趨成熟，基金亦進化不少。然而，真正了解呢啲基金嘅人為數不多，因為呢啲基金與一般中小企業耳熟能詳嘅基金，響設計上存在好大嘅差別。一啲失敗嘅例子，都係申請人抱住以往申請一般企業嘅基金嘅理解，去申請社企或慈善界別嘅基金。其次係，直到今時今日仍有好多人認為社企就係等於慈善機構，唔可以亦唔應該獲取利潤。呢啲係嚴重嘅誤解，亦導致好多人唔知道原來社企負起咗社會責任後，都可以有利潤，社企老闆都可以有人工。社企其實就正正係商業及慈善嘅混合體，真正助己助人。社企不但有額外資源，同時亦開拓一個龐大嘅新市場。除咗成為學校及慈善機構嘅供應商之外， ESG 亦更係一個龐大嘅商機。無論你係想進攻紅海市場，亦或係開拓藍海市場，社企都係香港未來營商嘅機會之道。響研究社企基金之前，我哋共用倡自強 Upstream 提大家，有3個重點大家必須了解，否則你可能只申請到基金嘅冰山一角，錯失長遠嘅支援和發展機會。首先就係社企基金係屬於先批款後執行，唔同一般科技券或者 Bud Fund，都係要企業先出錢，之後政府先發出資金補助，所以企業都係要先攞錢出嚟。就算係一啲配對基金，好多亦都需要企業自己預先全額支付，之後再 claim 錢。相對上，慈善及社企界別嘅基金，就普遍以先申請，通過批核，然後等基金發放後，社企先去開始執行計劃，資金壓力大大減少。第二點係，相對一般基金，慈善及社企界都好唔同。只要你營運得當，除咗有一次性基金外，就係有基金長遠性支持，做得好，真係開晒18區都可以，能提供相對上全面嘅支持，使到抱有社會責任嘅企業能夠持續經營，越做越大。
第三點，大部分中小企一般基金，佢哋都係按照政府部門設計嘅條件批核，除非申請人違規，否則金額都會發放。所以，申請人自己一般來說，都係無需理會其他申請者嘅情況。但響慈善及社企界別中，申請人就需要多一份創新元素。換句話說，如果市場上已有其他人提供相類近服務或產品，你就要確保你嘅創新性、獨特性，以及你哋嘅團隊優勢何在。所以，唔可以只係睇自己，你需要好好上網進行研究，找出市場空間先會獲得機會。因此，大家響開始前，必須充分理解本界別嘅特性，先至可以更有效成為合資格嘅基金申請人，越走越遠。總括而言，申請人必要在概念及心態上重新調整。仲有，一般中小企可以申請嘅基金，社會企業同樣可以申請，唔存在重複申請嘅問題。響香港，慈善界別有超過400多種基金，但先撇開慈善界別唔講，單從社企界別而言，資源都必定比一般中小企為多。社企係一門生意，只係佢哋營運中必須包含社會責任為重要元素，響創業過程嘅同時顧及社會責任，咁樣所獲得嘅支持亦相對多及長久。慈善及社企界別嘅基金係一個新嘅發展領域，把握時機，及早行動。